好，过来有一寡时间吼，我来讲一下我最近咧做诶计划，就是咧用语言景观吼来建立咱诶语言意识吼，啊嘛当成做咱诶语言教学诶使用吼。好，啊，这个语言景观其实真简单啦吼，你看到路牌啦吼、广告啦、看板啦、街仔名、地名吼，啊，甲政府公共诶标示，拢是语言景观诶一种。而且伊嘛当甲咱的意识提倡做一个保育意识的提倡做一个结合。哦，咱爱讲家己的话，吼，家己的语言家己救。啊，倒手边这是威尔斯的这个爱讲母语的这个代志，吼。好，来，你来看卖啊，这嘛让看出咱的母语吼，对咱的教育真有帮助啦，吼。像讲这药名吼，遮尔复杂，但你若讲吼，伊是阿峰吼，啊就最好理解。哦，我会记我大学时，阮老师来教讲吼，要咱甲即个 encyclopedia 记起来。哦，伊就讲吼，迄叫做 encyclopedia。哦，你 encyclopedia，你念几摆，你就会当甲即个 encyclopedia 吼记起来。哦，好，你看到草仔粿，啊，这啥物？三番麦，吼，啊，这台湾俗语吼，可能是稍微记的款嘛，吼。啊，伊嘛会当甲写出来，吼。啊，这拢一寡扛棒啦，吼。你会当看啊，趣味啊。但是这个重点是啥？咱的教育单位毋知影母语的价值，但是生理人知影，伊知影讲，我要啊表示甲我在地的人认同，我要啊互伊知影讲，我是讲对一种语言的，伊就用这个所谓的火星文吼，德国倒菜叫就甲写出来，吼，写了有标准无标准，另外一回事。伊就会讲，我就是即款人，我讲我的话，吼，啊，这袂使偷懒嘛，吼，啊，像这 party，吼，要了解这你拢爱是会晓双语的人，你才有法度了解讲，这火锅店 party 叫做 party，哦，你袂甲念做打铁，你知迄个 party，吼。好，啊，前阵啊，2024年，哦，New York Times 伊咧报台湾的大选，哦，伊就甲迄冻蒜写 frozen garlic，哦，啊，这嘛是款火星文，但是重点就是这是一款反对华语霸权，讲我嘛会当用我的文字来写的作为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讲咱的母语意识的一款文字的表现。共款嘛吼，有标准无标准先莫讲。